爱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咱搁进一步来进行千金铺最后一个单元咱这边讲12月尾是年头，家家户户都放炮，有人吹甜粿，有人吹肉包，有人洗地罐，有人洗地后，大人乱吵吵，囡仔爱年糕，也要换新年，也要放大炮，娶新娘正是年尾到，顶厝人猜衣，下厝人管家。人马下下，有人抬鸭，有人抬鸡，4年共一节，好，一切拢传完毕后，所入去呢，开始要过年啊！讲除夕，就是咱讲叫29暝，除夕天光是元旦啊！就讲29暝过工天光就是元旦，就正月新正，老幼小庆赞，老人囡仔一家大细，欢喜讲恭喜庆祝元旦。就种庆祝新年啦吼，老人贺长寿，囡仔贺大汉长寿，有人讲读中寿啦吼。这个祝贺呢，长辈时代长岁寿，祝贺呢囡仔乖卡熬大汉，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来到，百花盛开，花红柳绿哦，安尼吼，真拍哩拍哩啦吼，真请赢，大家拢穿新衫。满街满巷穿红裙，街头巷尾查某囡仔穿甲红拍拍、红公公、红记记的衫裙，四界喜气洋洋啊！主娘请做客，男子娶新婚啊，新郎呢也拄好娶某啊，陪新嫁的少妇主娘啊，主娘就少妇啦吼，登去外家做客，东家做五福。西家唱龙君啊，先来解决这个五福。五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一个乐团啦，一个剧团啦吼。5个人组的一个北管的乐团啊，这款呢叫五福。啊，龙君呢，龙君是南管的一种，俗称叫做主题戏。啊，啥叫龙君？因为通常拢有少年囡仔所扮演的，所以讲东家做五福，啊西家唱龙君啊，东家遐呢用北管，啊西家则用南管。有人请槟榔，有人请食薰。哦，看老这个现场呢，有人请食槟榔，有人请食薰，有人看人灵有人呢唱昆腔，讲有的人呢介意看顶头的人灵人狮，有的人呢爱看戏棚顶咧在表演唱昆曲昆腔就是昆曲啦。就讲伫歌戏呢暗暝时行时喏，当时呢福建的戏曲就是南管北管甲昆曲啦吼。咱定咧讲一句话，讲离乡无离腔，咱一般讲离乡离乡无毋对。但是遮因为要压这个腔，所以讲离乡无离腔。你若读乡咧，就讲离乡无离腔安尼。好，过来咧，新春好景致，正月新正好时机，好景色，哇！一切呢安尼百花盛开啦吼。迎翁请拨正当时，什么叫当时呢？就是呢上好的时机所以鼓吹锣鼓相并边，路边相并呢放鼓吹，拍锣。讲过闹猜猜做头前压大旗，什么意思呢？顶头呢行上头前，迄个人呢负责压大旗的指挥所以你若毋捌路人毋通压头旗哈。俗语有一句话讲你毋捌路去压头旗，意思讲经体外行的咧假内行啦马对艺平艺平这嘛用读艺平啦就是戏平的平啦这个马对艺平车鼓歌，就讲顶头有骑马队。有艺歌嘛有车鼓歌阵，南管北管兼娘线，娘即头头娘就是凉啦。今仔天气足凉的凉，另外一个音叫娘线。讲搁有啥物呢？南管北管兼娘线，因人进来看有闲的人呢，拢总出来看闹热啦。规条街路拢咧办香哇，嘻嘻花花，中面的嘻嘻花花，闹热滚滚，炉子头家。请炮挂夜香烧串，就讲信众咧，个人夜香对伫队伍的后边，咱所讲的讲叫夜香的对拜，就差不多这款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讲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